睡前故事第16話：徐先生的地獄習慣。徐先生今年38歲，做人算特別聰明，但一向都好自信，覺得自己人生冇犯下咩大錯，只係唔夠勤力啫。佢每日起身都會遲5分鐘，唔係因為好攰，純粹因為多瞓一陣冇乜所謂啊。早餐佢通常食微波爐叮2分鐘嘅叉燒包，再配一杯3份糖2份奶嘅即溶咖啡。邊食佢就會邊睇住 YouTube， 好似嗰啲富人起身第一件事做啲咩。雖然佢跟唔到，但係佢都會照 like。返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會開 email， 第二件事就係打開 Facebook、IG 睇下人哋點樣過自己想要嘅生活。佢成日會對自己講：我唔係冇目標，我只係未開始搞啫。星期一講完，星期5又講一次。老細交 project 俾佢，佢會話等星期3先處理啦，未急住。女朋友問幾時見阿媽，佢笑住講下星期啦，而家忙緊 project 啊。朋友約佢打邊爐，佢話下次啦，我聽日要早起身啊。但係冇人再問佢幾時係下次，就係咁3年過去啦。直到某一晚，佢落街買宵夜，經過條平時唔會行嘅巷仔，見到間好奇怪嘅便利店，冇燈牌，冇櫃台，門口只係寫咗5個字：只限你一人。佢好奇之下推門入咗去，入面好光，但係唔刺眼，空氣有一陣似是而非嘅金屬味。牆上掛住一塊熒幕，寫住你而家見到嘅係由你過去3年所選擇累積出嚟嘅結果。畫面一閃，佢見到自己。第一個畫面，佢企喺樓梯間度喘氣。平時慣咗搭電梯嘅佢，一行樓梯先開始發現自己身體變得咁差。第二個畫面，佢見到自己坐喺梳化度，電視開着咗，但係冇聲，成個屋企一個人都冇。係啊，佢同佢嘅女朋友已經分開咗。到第3個畫面，佢見到屋企裏面堆滿咗紙皮箱，呢個係佢唔捨得抌，但又唔去處理嘅選擇。熒幕上列出咗一張賬單，上面清清楚楚咁樣列住每日多瞓5分鐘乘以6年，等於錯過72次早會，4次升職可能。每次唔講真心話乘以8年，等於一段感情火速解體。每次唔聽父母電話乘以163次，等於最後一次對話剩返3秒靜音。呢一張賬單自行打印咗出嚟，佢望住咗賬單，心入邊開始慌。然後佢默默咁樣離開咗呢間便利店。第2朝開始，佢冇變咗個神人，佢一樣有時都會偷下懶，會猶豫，會煩。但佢開始早10分鐘起身，選擇唔搭 lift 去行樓梯。聽到阿媽打嚟就即刻接，即使只係講3句廢話。佢開始約朋友食飯，唔再講下次，就直接講日期。佢嘅改變唔係因為佢突然之間想成功，又或者得到啲咩，而係佢知道選擇呢一樣嘢唔係今日先發生，而係每日都發生緊。最後
呢個故事冇大結局，冇轉機，亦都冇奇蹟，淨係有一個人終於明白，你而家過緊嘅人生，其實就係你過去大大細細嘅選擇，加加埋埋，一步一步砌出嚟嘅結果。